师班这边先唱，所以你的边的唱两摆半，你们这边就从头到尾唱2遍。好，来，我们。这边先啊。我的心里流露出，流露出眼光生命。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定。我的心里流露出，流露出眼光生命。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定。我主，我的心里流露出，我主，我的心里流露出，我的心里流露出，流露出眼光生命。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一起啊！我主，我的心里流露出，我主，我的心里流露出。很棒，我们大家一节上个来学得住，请咱闭目心，上个来敬拜。大家平安，请行手机啊切到无声，还是关起来，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
咱着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的神明的大君王，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时，请大家用圣诗，请用圣诗306首来学罗上主。啊，这条因为要两部轮唱吼，所以请一边的爱摕圣诗出来看吼。圣诗306首，我的心立着学罗主，因全首。请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创造世界的上主，当阮到你的圣殿来学罗你的名，少年你的慈爱甲恩典，恳求你的看顾。互阮伫你的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心，来专心敬拜你，来荣耀阮的主耶稣基督。人民人的主啊，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歹，常常袂记得你的真理。袂记得你的疼，浪费你的恩赐，恳求你拯救阮。阮求叫你的名，阮来到你的台前来倚靠你，求你赏赐阮快乐，求你甲阮有足够的耐心来顶待你的旨意，跟对你的脚步来行。阮今日将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在礼拜中照着阮牧师的罪，教示阮，感谢耶稣，学罗耶稣。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时咱用主耶稣教示阮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要写俾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海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荣光必献给上帝，荣光献了献心，赞美上帝，在你的在你的，将来呀永往你的。我有我的阿门，阿门。即时，咱做伙来启应。今日启应文是启应文62篇，启应文62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我来启，请大家应。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听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信心有交易，既然恁有经验上帝慈悲怜悯，你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听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大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你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志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骹头拢会跪拜，这些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这是要来读上帝的话。今日圣经嘛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你甲圣神有团契，既然你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过，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当有谦卑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大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咱的心中。即时要请诗班来学老，因今日要学老的诗歌是唱《哈利路亚》。
要请林牧师来证道，要证道的题目是谦卑重要吗？感谢上帝，互咱安尼有水的诗班帮助咱今仔日一开始的礼拜，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对主你献上的敬拜甲学乐，愿你帮助阮，因为阮时常将焦点来注目伫阮家己本身。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伫咧礼拜时阵，阮完全注心看耶稣，互阮不管阮是带着啥物款的心情来到伫主你的殿院，主即时若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会通完全全然来注目伫你，互阮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以及圣神对阮伫心内对阮所启发启示的，互阮真正会通听见，搁行出来，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主来你爱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款式，互众人看见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就认出阮真正是军队主理的军徒。安尼恳求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免。有一位老爸伊伫咧即个要临终的时阵，伊将伊的两个囝安尼叫来，就甲即两个囝讲，伊有一个伊有1000万的遗产，但是伊伫遐交代即两个兄弟讲，如果即两个兄弟若为着分遗产来伫遐安尼冤家，即份遗产就要来甲捐出去。即两个兄弟怎安尼一仙钱都摕袂着。后来，即个兄哥来对着伊的小弟安尼讲，我是大兄，安尼，所以我爱分800万，你敢会使分200万？如果你是小弟，你若有同意，即200万归你。如果你若无同意，安尼1仙银你就摕袂着。请问你会同意即个大兄的安尼提议也袂？你同意大兄所提出即款安尼要求的，请你举手。你无同意即款安尼要求，请你举手。我甲恁共款。但是如果我若是一个理性的人，我若是一个理性的迄个决策者，我应该同意，因为安尼我会使无做任何代志，我就摕到200万，因为迄200万本来就毋是你的但是咱想的是啥物货？我想大多数的人，亲像咱头拄举手共款。因为即个哥哥太欺人太甚了，无同意的原因毋是因为即个弟弟无爱即200万，乃是因为安怎无爱互即个兄哥摕到迄800万，有同意无？因为安怎咱无爱迄种输的感觉。这是伫咧咱安尼，包括伫咱的文化内面，我想真侪人拢有即款安尼的迄种款的感受，不喜欢输的感觉。即个人类的即个决策是一个真趣味、真安尼，咱会用常常看到的，就是讲安尼，上主要毋是伫咧家己的迄个利益，伊上主要伊要搁看见的是要看见讲别人得到偌济。即种现象是咱时常会通见到。
亲像讲，咱每一年，咱伫咧咱若是伫咧公司上班，咱伫咧发即个每一年咧发年终奖金的时阵，如果你若摕到5个月，可能你会真欢喜。但是当你若知影你坐伫你隔壁即个同事，伊摕到8个月的时阵，我想你就无啥会欢喜起来。你袂为着你摕到迄5个月，你来欢喜。你会因为你无摕到隔壁你的同事摕到迄8个月，你伫遐无因为即5个月来欢喜，你因为安尼你伫遐心内有足侪怨气。那追究迄个原因，就是咱人普遍咱无欢喜迄种输的感觉。如果有人若伫咧某一部分安尼输你，就会伫咧其他的方面安怎？伊可能伊会抽你的后腿，互伊有感觉迄种赢倒转来迄款的感觉。其实想要赢，其实应该倚靠的是靠着咱提升咱家己，毋是倚靠来扭人的后骹，来得到较赢。伫咧一个组织内面，亲像讲伫咧教会团体、伫咧公司的组织等等，遮个拢共款。有一寡人安尼会真无快乐，就是伊会时常伫遐来刁难，来凸显伊家己的迄款的权利。即种人大部分伊会对伊家己的权利无安全感。伊所倚靠的是为难别人来去安尼赢着迄种人对你迄款的惊吓。这是一种的，咱讲一种权术。但是若是你相信迄个咱讲所谓的平衡理论当别人伊若有权利了，伊有缘会用着相款的方式来对待你。这就是咱咧讲的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一个平衡的效应。就甲亲像即个兄哥共款。咱头仔所讲的，即个兄哥伊欺负了伊的小弟，即个弟弟甚至伊会用到迄种叫做两败俱伤的方式，安尼来甲伊欺负倒转去。你既然安尼欺负我，你食我够，安尼我嘛互你得袂着。另外一种就是用到迄种咱讲用到迄个叫做安尼帮助人。互家己来使用伊家己的迄个权利。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对待人。这是即种人伊上落尾伊会得到人对伊的迄款的感激。这也就是咱咧讲的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迄个咱讲真义。但是咱嘛捌听就亲像咱捌听过迄款安尼的一个俗语，伊安尼讲起讲，成功无在伫你赢偌济人，乃是你帮助过偌济人。咱可能会通用着选择，用着迄个讲人迄落安尼，你会使选择讲用以怨报怨就讲。人对待你无好，你嘛用无好来对待别人。你嘛会使选择叫做以德报怨。伫咧头前，咱讲的头前，咱的真正即个，伊的人生是一种充满了安尼黑暗、灰暗的，因为伊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人安怎对待伊，伊就安怎对待别人。但是若后壁的即位，伊是要互伊家己的生命充满了侪侪的阳光，还是讲迄个安尼阳光？佮即个所有这一切决定，拢是伫每一个人伊的心思意念的内面。所以，咱若学会晓保守咱家己的心，咱就会晓得学习去帮助别人，去面对你周围每一个人。今仔日咱就要对安尼迄款的一个角度，咱搁一摆来安尼来谈论。
即个咱讲起着叫做谦卑有重要无？牧师用着2年的时间，一直咧讲即两字。谦卑的培养需要不断伫迄中间来操练，才会通安尼成做咱的习惯。几礼拜前我嘛讲过真侪有关谦卑的即个信息。今仔日咱要来举一寡谦卑的实践的例，互咱会通时常来伫来操练谦卑。伫人甲人的即个相处的中间，咱有侪即种操练谦卑的机会，互咱会通学习要安怎来放下咱家己的权利，来转去到伫咱原底本底应该有的迄个位置顶面。我会用到几个例来，咱来伫遐来分享。第一个例就是即个操练谦卑的操练的第一项，就是叫做我要听你。人为什么会伫遐？人为什么会时常伫遐来冤家安尼争吵？主要是伫遐，伊伫遐坚持家己的想法、家己的看法，掠着家己的权利就毋放，感觉家己的意见是比别人搁较好。对方你着一定要听我的，伊爱对方顺服你家己本身，爱对方顺服我即个人。我所想的，我所讲的，我所有一切，拢比恁较好。但是圣经伊却是安怎甲咱教？伊甲咱教讲，咱着应该安尼，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追求虚荣，反倒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就甲亲像咱今仔日咱的诗班伫咧，咱的迄个咧唱迄个宣调文的时阵。内面的迄个歌词，我毋知影咱逐家人伫咧诗班，大概咧听即个诗班咧唱迄个宣调文的时阵，咱到底有去受到提醒抑无？麻烦咱的同工是毋是甲伊把 PPT 传到那个宣召诗的那一个地方？要记得这一页哦。宣召诗再往前，再往前，宣召，无，对，OK。伊伫遐讲起咱讲虔诚入来主圣殿，拍拜恭敬来奉献，救主真理咱着听，也着实行，实在对得行。后壁佫一句，总是有时。心袂清，背逆道理心无用，只顾家己的光荣，无将道理来阐明。诗班一个伫咧宣调的时阵，就已经甲咱讲起着，咱不管是来到伫主的面前做礼拜，是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咱用着什么款的心态来做礼拜？个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伫咱的工作中，伫咱的家庭内面，咱伫遐来伫做？咱是毋是只有干那顾着家己的光荣，只有干那掠着家己我的权利、我的感觉、我的一切、我的意见是上好的？如果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安尼咱的礼拜，其实后壁所有讲的，对你来讲无意义。因为我毋知影咱捌听过无？捌有一个教会咧做礼拜，每一届牧师讲道煞咧报告的时阵，即个书会者就搁将牧师所讲道的，搁甲讲一遍，搁甲传述一遍。我毋知你捌听过安尼？迄个讲道对即个书会者来讲，并无对伊来讲无意义，因为伊要传达的是伊家己要讲的，伊听见了后，搁照家己的意思，搁来甲讲一遍。但是讲道牧师的讲道，真正是牧师家己要传达的意思吗？是伫咧祈祷内面，伫迄个中间。上帝透过牧师的嘴，要对咱来
分享什么款的信息，咱伫迄中间是毋是有伫遐来反省讲牧师今仔日所讲的甲我的即个性命有什么款的关联？我要需要做什么款的改变？是咱有缘共款，咱安尼规个人做基督徒，咱做安尼几十年，结果咱有缘是共款，无任何的改变。基督徒的即个信仰，应该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信仰，毋是讲我即马我已经完全啊，我毋免做任何的改变。这就是咱今仔日伫咧诗班一开始的时阵对咱的提醒，咱是毋是有缘继续还阁伫遐骄傲，伫遐咱的心袂清，来背逆上帝的道理，心伫遐来无用，只有顾家己的光荣。无将迄个道理真正阐明伫咱的生活内面，咱请同工搁恢复到咱原地本地的迄个位置。谦卑是啥？谦卑就是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意见，先接受别人的意见。咱检采会听见遐个比咱较强势的人的一寡伊的话，但是咱也需要对咧迄个安尼默默无闻或者兄弟姊妹的因的面前有同款的态度，因为上帝会使用迄个驴来对咱讲话。伫咧即个民数记第22章，当迄个巴兰即个外邦的即个要借着巴兰来安尼咒诅以色列人的时阵，上帝怎样互驴开喙来对巴兰讲话？咱毋好想讲只有咱上敖，咱拢无想要听别人的。驴伫迄中间讲安怎？讲你毋知影头一我的面前有啥物人嘛？我若搁进前，你就爱死啊！所以驴一直伫遐咧闪，甚至安尼伫遐安尼客去到伫咧迄个壁边，因为惊着伊的即个主人安尼，因为巴兰一心想要来救助以色列人。落尾手摇花开即个驴的嘴，咱若敢若想讲只有咱上敖，上帝伊甚至会开这个驴的嘴，伊敢袂开咱其他的兄弟姊妹，特别是遐个安尼默默无闻的这个兄弟姊妹因的嘴，来对咱讲啥物话？咱若抱着安尼，我要听你。即款安尼一个谦卑的心态，上帝就会透过任何人、任何的环境来对咱讲话。我要听你，是因为我要顺服你的迄款的一个心态。我要听你，毋是安尼，那亲像讲我无任何的主见。愿意军队，乃是因为我是用耶稣做模范，圣经做咱的准则。圣经做咱的迄个圣神，诚做咱的引带，来听你，来顺服你。伫迄个中间，听你、顺服你，毋是代表咱无意见，咱无想法，毋是，是因为咱掠着用耶稣诚做咱的模范，圣经诚做咱的准则，咱伫迄个中间，伫遐圣神伫遐甲咱引带下面，咱看见即个兄弟、即个姊妹，伊对咱所讲的。真正是伫迄个中间，伫遐来阿门，伫遐来讲，无毋对，这是上帝对咱所讲的。这也就是今仔日咱长老教会是安怎？咱伫咧中间，咱用着小会智慧，毋是牧师讲说了算。因为伫咧迄个中间，牧师伫遐领受上帝的心意，伫遐来领受异象了后，伊爱伫咧小会中间，伫遐来分享。伫遐来讲起讲，我领受即款安尼的异象，所有小会员伫迄个中间同齐来伫遐来分辨，即个是毋是上帝的心意？我要听你。小会员听牧师讲，牧师嘛伫遐听小会员讲。伫迄个中间，咱伫遐来分辨
啥物话是上帝迄个善良顺转、通欢喜的旨意。所以咱爱时常保持一个我要听你的迄款的谦卑的态度，啊，伫迄个中间安尼做来学习，亲像主耶稣共款。第二，咱爱有迄款的迄个操练，就是我要照顾你。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时常会伫遐安尼听见迄个埋怨，就是无人甲我照顾，无人照顾我。尤其是如果咱若是已经是安尼久久伫咧教会的兄弟，咱犹原还阁有安尼的迄个心态，咱期待别人照顾咱的时阵，安尼咱要真做是一个迄个食冷的婴仔，毋是迄个食饭的大人。圣经咧甲咱讲啊，咱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迄个你要照顾我是用着咱家己的迄个看做咱上迄个，讲看咱家己最重安尼迄款的想法，迄是一个骄傲的反应。咱伫迄中间，咱干那要爱人顺咱、就咱，咱毋是迄种被动等别人来甲咱照顾。乃是咱主动选择要去照顾别人，亲像耶稣共款，伊选择迄个伊放下迄个互人服侍迄款安尼权利，伊伫遐来服侍别人。我要照顾你，就是谦卑的反应。要照顾别人的代志，毋是讲咱是安尼要真做一个管闲仔事的人。乃是咱要放下要求别人来照顾咱的迄款咱的权利，开始去注意到咱身躯边的咱的不管是咱的会友，还是咱的亲人，甚至是咱的同事，因的需要。若是教会每一个人拢开始伫遐来选择迄个我要照顾你，安尼的时阵，迄个尽力帮衬。搁去保护别人，照顾因的迄款的感受，别人的需要，教会内迄款的内面的迄款的关怀，迄个关心，自然会哪来哪增加。当咱若有法度伫遐来彼此相听的时阵，耶稣的性命就会伫咱的中间伫遐来活出来。咱也要因为安尼，成做耶稣的见证者。人就会伫迄中间来认出咱是迄个军队耶稣的人。我用一个上简单的例就好。伫咱的教会内面，我相信有真侪兄弟拢有安尼反应，牧师毋是毋知影。咱的教会，咱用的经文是用和合本2010年版，是安那咱哪会无爱用和合本呢？是啊，咱哪会无爱用台语汉语本？是啊，要用现代台语译本？咱有去想过无？咱伫咧咱的教会内面，伫遐安尼用安尼真久伫咧遮聚会，咱已经拢真熟悉咱今仔日咱所读、咱所领受的迄个经文。但是因为即个经文对咱来讲已经伤过熟啊，熟到咱会用背，但是咱却画袂出来。但是今仔日，咱是要用即个现代台语译本，是咱要用和合本的2010年版，因为要互即个第一遍入去咱教会啦，伊看会清楚圣经到底咧写啥物话。咱也知影咱的和合本的圣经已经是100年前所翻译的圣经，但已经有一寡用词已经毋是现代即摆的人伊看会清的，看袂明。咱的共款，咱的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有侪的用词，有偌侪只的，咱讲咱要宣告，但是如果咱若伫遐搁继续坚持用着咱的台语汉语本圣经，你遐连有法度讲台语的人，就看无咱咧讲啥物话，讲啥物宣告，所以。牧师伫迄中间，伫遐用着即个台语汉语本，
现代台语译本，甲着用着2010年，咱上主要就是要宣告，咱爱离开咱的迄个舒适圈。咱毋是咱家己教会，咱家己关起来，咱家己好，我拢你好我好大家好，安尼就好。咱需要是当人若有外来的这朋友，特别是第一遍入来教会，咱面对着咱家己，尤其是咱今仔日，如果今仔日坐伫你边仔是一个你感觉真生分的人，你有去想过无？伊来到伫咱的教会的礼拜听书，伊有熟悉无？伊有安尼有法度融入咱的礼拜啊无？如果咱若只有敢若关心我好就好，我礼拜照我的所爱，照我的习惯，但是别人伊的感受甲我无关系。迄个礼拜敢是上帝所要爱？咱的礼拜敢是应该是逐个人同心合意的迄个礼拜？如果是安尼的时阵，你有去照顾到你坐伫你的身躯边，尤其是你看起来，你感觉讲真清楚的一个兄弟姊妹，你有去体会到讲，当伊坐咧遮，当即个时阵，即个礼拜听书，伊到底是伊要徛起来，还是要坐落去？咱伫咧咱的礼拜，咱已经真安尼，咱讲真舒适。伫咧咱的即个礼拜的即个环境内面，咱的礼拜的每一个听数，咱拢真清楚。但是一个新的朋友，伊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有可能坐如针毡呢。因为伊的做礼拜，伊毋知讲无恁怎仔咧讲啥物话，无恁怎仔恁的即个听数到底是怎样？所以，咱伫迄中间，咱爱用到一个操练，就是我要照顾你。咱要照顾迄个弱势者，迄个尤其是初来到伫咱的中间的人，咱要怎样来帮助伊？我毋若是干伫咧礼拜，伫咧教会内面会得侪，包括你今仔日你伫咧公司，你伫咧你的厝边，你是毋是有安尼迄款的心态？我要照顾你。但是，毋是照着迄种讲，你就一定要照我的，乃是我伫咧中间，我要帮助你，会通真紧来融入伫咱的即个组织内面。第三，都是我的错。谦卑的另外一个操练，就是咱欢喜来负起责任，刀片甲安尼推卸责任，是人骄傲的反应。亚当夏娃犯罪了，因的反应是啥物货？因的反应就是推卸责任。因伫迄中间，亚当伫遐讲起讲，你所赐予我迄个女人，是伊将即个树仔顶的即个果子互我食。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若是耶稣伊的模范是啥物货？是伊承担咱的罪啊！耶稣伊毋是讲咱已经先悔改反悔咱的罪，伊才来为咱受死伫顶。伊是已经伫咱抑搁伫咧当罪人的时阵，伊就为咱付出迄个罪的代价。伊死伫咧十字架顶。所以伫咧别人犯罪的即个，也是讲犯错的即个过程内面，咱毋是指着别人来讲都是你的错。因为迄款的迄个，咱讲迄种追究，到底是啥物人的毋对？的迄当时，毋若是咱跋入去，伫咧迄个自以为意的迄款安尼陷阱内面，也会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破坏关系，互咱安尼来安尼效法着咱主耶稣的迄款的模样，伊选择都是我的错。伫别人的错误的中间，找到咱家己的迄个责任，也互别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咱会晓想看觅啊，伫咧每一件代志顶面，我有啥物货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嘛？有时确实是咱的毋对。那安尼怪罪其他的人，就是迄个骄傲的迄款的表现。
若是谦卑，放下咱家己的迄个面子，咱伫遐勇敢来认错，这就是选择谦卑。咱伫咧前一遍开中会时阵，有侪的争执，为着某一个案，咱的两个小学员对牧师同齐伫迄个中间开会。伫迄个中间有侪争执的过程内面，就是同款的问题，就是人会骄傲。伫迄个中间无愿意伫遐来安尼承认家己的错误，伊伫遐甚至伫遐安尼将所有的责任拢撒互别人。如果若确实知影即个中会即届的迄个事件的人，知影就知影，毋知影就毋知影。但是咱伫迄中间，咱需要知影的时阵，就是咱应该安尼大声来承认咱的错误。伫迄中间负起应该有的责任，毋是伫遐追升、伫遐追究，讲到底是啥物人的错。如果咱若愿意伫遐谦卑，佮负起迄个责任，上帝就会安尼赐互咱稳定。若迄个关系袂伫迄中间来受迫害，伊伫迄中间也要解决问题。第四项就是我要改变我家己来适应你。人甲人的中间的迄款的摩擦，时常是因为彼此的迄个差异是讲迄个咱讲作风，包括伊的价值观、性格。伊的侪遮的喜好、性别等等遮的差异。如果咱若要求对方改变来配合咱，因为安尼的时阵，咱伫迄中间，只有是干那增加侪的迄个关系的破裂。因为改变迄个要求，迄个对方改变，想改变迄个改变人，咱用伫迄中间，咱用看见，就是迄个中间会造成侪的痛苦。是安怎我著要为着你改变？是安怎你乃无法度改变来配合我？咱无法度改变人，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咱若要代替上帝，安尼，迄个结果就是咱会伫遐安尼受真侪的痛苦。咱无法度改变别人，咱唯一会用做的就是改变咱家己。谦卑的选择就是我要改变我家己来适应你。我先大声来放下我家己的权利，学习去认同、去接纳别人。安尼，咱就会避免侪的这冲突来发生，而且佫会关系哪来哪好。圣经安怎讲？伊讲伫迄中间，伊讲对信心软弱的人，我诚做软弱的，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对倒一款人，我就做迄款人，用逐款方法，通加救一个花人。当咱伫迄个中间，咱愿意来谦卑咱家己，选择改变咱家己来适应别人，咱就有机会伫迄个中间来感动别人，佮得到对方的心。当咱愿意谦卑咱家己，选择改变咱家己去适应别人的时阵，上帝就要照着伊的方法来，互对方来渐渐来得到改变。所以咱毋免真着急要改变别人，咱应该是紧紧来改变咱家己。第五项的操练就是我无啥物款的了不起。人往往安尼伫咧一寡所在有成就、有成果的时阵，咱就会真容易来伫遐骄傲。我并无啥物款的了不起，毋是迄个华人时常来安尼那种掩饰咱心中迄个骄傲的迄款的客套话。咱时常会讲着，就是人若伫遐来甲咱学了讲恁即个囝足巧的，咱会安怎讲？
心内足欢喜的，但是咱会安怎讲？无啦，戆到要害去。咱迄种违心的话，造成咱无法度帮助咱有会通行伫咧上帝正路的顶面。我并无啥物了不起，是要对咱家己的能力的迄款安尼的认捌，知影咱家己不过是人，咱需要有主，咱确实真正了解，咱真正袂通做啥物的。咱若无有主，咱真正袂通做啥物的。就较亲像保罗伊伫遐安尼，伊对伊家己的认捌，伊安怎讲？伊讲我亚正阿波罗压水，毋过上帝互伊大长。亚正的甲压水的拢无重要，只有互伊大长的上帝才重要。保罗伊知影伊家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干那伊的本分安尼若定。迄个互人成长的是上帝。若毋是上帝互人成长，咱所做的也不过是干那咱讲徒劳啊，徒劳无功啊。咱无啥物通夸口的，一切成就拢总是上帝的恩典。无耶稣，我就无通做啥物货。但是只要有耶稣，我凡事拢通。真正了不起的是耶稣，因为伊已经代胜咱。付上代价。第六项的操练就是我啥物会拢毋捌。一个时常互人骄傲的，就是我懂了。当咱家己感觉家己真敖真捌，咱拢知影，咱就会伫迄中间来停止学习。而且咱嘛伫迄中间，咱袂搁较来伫遐来倚靠上帝。但是当咱感觉咱家己感觉讲咱家己拢捌的时阵，咱会发现就是咱无法度搁较侪会认捌上帝，也无法度明白上帝的作为。所以圣经伊安怎甲咱讲？讲若有人掠做伊家己啥物货拢知，伊家己想讲伊有知识。实际上应该知的，伊也毋知。所以真正捌的人是一个，伊认捌伊家己，其实是啥物货拢毋捌。面对上帝迄款的无限，咱确实啥物货拢毋捌。咱所捌的只不过是干那迄个一点点啊。就较亲像咱伫遐咧讲到迄个那个瞎子摸象共款。一个青妹，伊伫遐咧望到一个大象，伊讲即个大象亲像一堵壁。有诶讲无，即个大象哪亲像条啊？有诶讲无哦，上帝应该即个大象应该是哪亲像水管。咱伫咧咱家己有限诶知识内面，咱伫遐讲咱知。咱只不过是干那知影的是干那沧海之一粟。上帝伫咧无共款的时刻、无共款的人的中间、无共款的情形下面，拢一直伫遐不断伫遐来做新的代志。如果咱若真细意伫遐来看见圣经内面会做遮个新约，咱会看见讲遮个新约无一笔重复的呢。咱就来讲用到即个敢若讲将水分开安尼，即个新约，咱会通看见第一个新约是啥物货？就是摩西伊伫遐将即个海水来个分开，伊是举管仔伸手指着海来分海，甲海分开。但是若是到伫约书亚的时阵呢，伊是。上帝爱约书亚吩咐跟约柜的祭司讲，你着将约旦河边，到伫约旦河边的时候，就停伫遐，搁管安怎？祭司踏入跟着即个约柜的祭司，伊的脚一踏入水，水就分开。上帝每一届咧做将即个新约，伊所做的新约，无一遍是共款的呢。搁另外一个。
将水分开的生业，我毋知影咱会去想到倒一个生业。当以利亚要上天的时阵，上帝要接伊转去的时阵，伊将着伊的外衫卷起来，拍好水，水就分开。以利亚甲以利沙两个人就行大地过去。所以上帝予人的方式，无一遍是同款的。所以咱就应该好好啊谦卑伫上帝面前来，安尼真清楚来认捌着咱家己，我啥物货拢毋捌。咱才有法度凡事伫迄中间来挖靠圣神，圣神才会带领咱来去进入伫迄个上帝的无限的内面。当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咱即个世代，尤其伫咱最近，我相信咱住伫咧台湾，咱搁较有真深刻的迄个感触。咱最近才拄经历着两个台风。风台，一个对南边，一个对北边，不管安怎，就是无入来伫咱台湾。咱毋知影迄到底是怎样，但是咱敢若真清楚知影讲，上帝伊恩待咱。你想象迄个风台经过福建，入去到伫中国，以及伊对北边，安尼先经过。即个日本的遮个离岛，佮扫到日本的即个边缘九州迄个所在了后，伊就往共款，佮对往韩国，怎进入伫咧迄个中国的东北，造成真大的灾难。咱毋知影上帝心意到底是怎样？上帝真正遐尔啊疼台湾吗？敢讲上帝无疼日本，无疼韩国，是无疼中国？咱毋知，因为上帝伊有伊的心意。但是咱有伫迄中间看见，咱有伫迄中间欢喜来伫遐来谦卑啊无？咱敢无认出这是一个咱会看见讲，若有一个安尼，迄个气候的迄个变化遐尔啊大。咱就会通看见上帝的日教，上帝的日君啦。咱搁较更加需要用到迄个安尼，迄个看无家己迄款安尼的生命，互咱真正会通安尼谦卑来到伫上帝面前。因为谦卑就是迄个看无家己的迄个锁匙。当咱哪来哪选择迄个。哪侪谦卑，咱就会发现谦卑会通安尼，咱的迄款的谦卑的生命会哪来哪自然，成做咱的生命一部分。咱就会哪来哪活出迄个看无家己的迄款的生命，人就要伫咱的心上看见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活出来。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这6种的操练。咱会通好好搁来想，如果咱要来将即个谦卑的迄个生命要来活出来，安尼咱要怎样做？咱搁小可来好好来回想一下。如果咱要怎样伫咧我要听你，甲着我要照顾你的即个实践内面操练咱的谦卑？搁咱要安怎时常来思考，拢是我的毋对。为什么操练谦卑的生命迄个明明是别人的毋对，但是我是要伫迄中间来伫遐来操练，拢是我的毋对。为什么咱要伫迄中间来时常来警醒咱家己？我也无有啥物了不起，生活内面有啥物会因为安尼的提醒来安尼比较，咱有法度来安尼将咱的重担来交托伫咱的主。第四，我明明就捌一寡代志，为什么我要时常爱来提醒我家己？我啥物拢毋捌，来操练咱的谦卑。求主帮助咱圣神亲自
来不断来提醒咱，来光照咱，互咱真正看见咱家己的迄个性命的迄个本质，甲着咱的性命怎样是一个需要主的迄款的性命，互咱会通重新搁一摆来好好来想，咱怎样来改变咱家己，互咱的迄个性命，互人看见咱的性命是真正一看到咱的性命，咱所活出来，人就认出咱是跟对主的。啊，是人看到咱的性命，讲哎哟，这个人听讲竟然伊是基督徒。毋知影咱捌安尼伫咱的朋友内面，伫遐讲，当咱人伫遐，咱讲伫遐咧记接的时阵，向咱讲啊，我是基督徒，人怎啊向甲咱讲，哎哟，你是基督徒。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好好来去想，咱真正活出是一个什物款的性命，互人真正看见咱的性命。欢喜来甲咱共款来跟对，互因有缘会通领受着安尼上帝的祝福，因的性命也要甲咱共款，要得到改变，要得到安尼领受迄个上帝伫咧创世以前就已经要施恩赐福，互咱的每一个人的迄款安尼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主，恳求你帮助阮，主圣神时常来光照阮，来引带阮，互阮会通伫阮过来的日子，阮要操练，我要听你，我要听你，我要照顾你，拢是我毋对，我要改变我家己来适应你。我并无啥物款的了不起，因为我啥物会拢毋捌。因为主你亲自真做阮的模范，我要伫迄中间来操练学习，互人看见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主你。我咱的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用圣诗162首，就用基督耶稣的心来回应。因专首，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因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
建是个四歪族轮毂。第三日去山中拄我上天，打12转的爬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要来管文奉献，请李恩新甲方美珍执事来主。我被上帝感谢你，你互我有这个福分，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互你。你将耶稣会强逼的心，跟阮每个的心内，我安尼讲，不管你人前人后，拢会讲用强逼的心来服侍人，来活出你欢喜的样模样。那阮将你所小阮的。干了，安尼感谢基督主要做伊个圣名。阿免。较济。这是要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咱做伙来读，请。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正着谦卑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搁一腓立摆，比书，请。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正着谦卑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腓立比书第2章3节。是要来报告，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请大家看周报，吼。头一项是今日为是教会甲社会奉献的主日，请兄弟
为总会、教会、甲社会事工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小等有一个项目是为着即个来特别奉献的吼。礼拜后召开主日教员会，请老师预备心。主日是圣礼典礼拜，所以是学堂，请大家9点半进来。礼拜后有爱餐，请大家留步。第3项是即摆暑假考试的拢放榜啊吼，教会青少年吼，曾子兴是海洋大学海洋文创设计产业学系哈，黄义珍是南洋女中，薛千信是宜兰高中，庄乔恩是宜兰高中，曾心玲是宜兰高商，愿上帝施恩祝福，互因咧学校的学习，拢会得到好好的表现。第4项是后礼拜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嘛是即个暑假所有的青少年的事工上尾啊，就是亲子海洋活动，要去海洋大学哈来学习一寡海洋的特别的活动哈。活动的费用是一人400块，未报名的请紧来报名吼，因为我知影还佫有名额吼。第5项是嘛足欢喜的吼，是陈宇硕牧师的囡仔姨吼，伊要结婚啦吼，牧师有交代讲毋通去啦，伊惊伤侪人去吼。嘛恭喜牧师吼，伊是第2个囡仔结婚吼，第3个吼，因为伊查某囝嘛就结婚啦吼。第6项是9月初3吼，嘛是另外一个好事吼，就是吴锡涵牧师吼，以前是阮教会青年吼，伊要接第3任的主任牧师，照惯例教会会出一台游览车，载大家去甲庆祝。因为迄天伊是下晡3点啊，所以迄天嘛是荷塘礼拜，礼拜后游览车会开车，咧车顶食午餐，到搬顶教会参加伊的就任礼拜了后，就回头，吼，有定差不多9点半会到厝啦，吼，有较暗啦。毋过有兴趣的嘛会当佫报名，因为这内面有保险，有要准备餐食吼，所以请大家一定爱去办公室报名，吼。第7项是即个已经报几礼拜啊，吼，是洗手爱无限的活动，吼，请大家为着即个活动来关心，吼。具体的消息吼，头一个就是要请大家为着即个教会总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吼有合约。大家知影讲美国的夏威夷的毛伊岛吼大火，烧足济足严重的。美国的长老教会嘛，甲咧台湾的长老教会嘛，足常常来关台湾有灾情是伊拢大概会关钱吼台湾，所以即届教社委员会就呼吁讲，要成立一个知名的奉献，叫毛伊大火，来帮赞迄边的教会。你愿意奉献，你就咧奉献顶悬写毛伊大火，教会就会甲你转去总会，吼。过来一个具体的消息是，9月初2吼，早起咧南城精英酒店哦，一年一度的迄个联导会祈祷早餐会，要报名的请咧2杯以前吼，紧来报名，吼。剩的我就无搁报告啊，吼。毋知牧师要补充无？吼，好。只是咱做伙来祈祷，吼，为着至神全能的上帝，你是创造的上帝。
你嘛是疼痛人的上帝。主啊，这个世界因为人的误用你的恩赐，互世界的天气变作无正常。啊，逐个所在毋是大火，就是淹水。主啊，恳求你，恳求你，互阮会当咧这中间来平安度过。我嘛感谢你，啊，毋过嘛求你看顾所有受害的百姓，互因会当来倚靠你，来借着你的帮助来度过这个艰苦。主啊，世界逐所在，包括台湾，嘛受到战争的威胁。主啊，你是和平的主，求你看顾这个岛屿，互阮嘛求你的圣灵领导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咧和平中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这个暑假，阮感谢你。保守所有的暑假事工顺利完成。后礼拜还阁一个事工，我嘛甲即个囡仔要出去耍的事工摆在你面前，恳求你的看顾，恳求你的引带。主，教会有济济兄弟姊妹，因有身躯有病痛，主啊，恳求你的照顾，你的看顾。主啊，特别是林家珍、素贞姐、路人杰兄弟，因拢因为身躯的无爽快，常常咧受苦。主啊，恳求你，互因有一个心会当倚靠你，嘛求你的圣神帮助因，互因会当来照着你的话语来得到心情的平安，得到心情的安慰。主啊，恳求你的看顾来医治因，互因渐渐恢复，无阁受到这病痛的攻击。带因度过这个艰苦的时间，倚靠你的，得到你的祝福。主，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要来上吟，请大家起立用上吟圣诗391首。乌罗天顶主宰，上吟了，请牧师祝祷，因专心。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岛避会。